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4月7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同工，同工，同工。用台语来念比较清楚，同工，同工，同公叫的公。士师记第7章24、25节，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。上帝把米甸人的首领俄利和希伯交在你们手里，我所做的怎能跟你们相比呢？他们听到基甸这话，就不再生气了。士师记第8章第3节，基甸是玛拿西支派亚比以谢族约阿施的儿子，在上主的同在下，把米甸人交在他手里，在夜间奇袭成功，使米甸军队溃散，逃往约旦河。因此基甸就派使者要以法莲人防守好约旦河口，攻打米甸人。最后我们看到他们不负众望，成功来抓住及处决米甸人的2位首领。以法莲和玛拿西是约瑟的儿子，玛拿西是长子，而以法莲是次子。雅各在临终前为玛拿西和弟弟以法莲祝福，结果他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，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之前。约瑟看见父亲把右手放在以法莲头上，心里不高兴，于是他握住父亲的右手，要把他从以法莲的头上移到玛拿西头上。他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这样不对，这个才是长子，请把右手放在他头上。”他父亲拒绝说：“我儿啊，我知道，玛拿西的后代也要成为大族，但是他弟弟要比他强大，弟弟的后代要成为昌盛的民族。”这是记载在创世纪48章17到19节。其实一开始基甸攻打米甸人的时候，并没有找以法莲人，他召集玛拿西、亚比谢族的人来跟随他。另外他也派使者到亚设、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支族去，他们也都来跟他会合。那在战争的最后才找以法莲人守住约旦河口来攻打米甸人。虽然兄弟来助阵，也完成了任务，但却引起了以法莲对基甸的恼怒。在第8章也记载说，与基甸激烈的争吵。以法莲算是以色列当中比较强盛的支族，他们对基甸说：“你去打米甸人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招我们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？”他们则痛责基甸，是因为错过了胜利的荣耀而感到挫折。事实上他们一开始不大可能顺服基甸的命令，前往去征战。他们是最强大的支族之一，在军事或者是他们经济上面都是一样。而基甸对上主说，他是属于玛拿西支族最弱的宗族，是家里最不重要的人。那这里的争吵或许是因为面子的问题，
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如何瓜分从米甸人手中夺来的战利品而争吵。所以以法莲的争吵也带出以色列各支族他们彼此的紧张。曾经带领以色列来征战的约书亚和底波拉都是属于以法莲支族，所以我们看到基甸当然需要这强大的盟友，于是基甸对于以法莲人的回应恭敬而圆融，他高抬以法莲人的地位与能力，以消除以法莲人的不满。对于以法莲的指责，他心里一定很难过，但是基甸却勒住自己的舌头。当他们得到荣耀与赞美的满足之后，他们就怒气消了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在教会一起同工服事的过程当中，难免彼此会有一些的争执，或者是不同样的看法。那当我们面对这一些的纷争的时候，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来化解纷争，因为这个纷争会带来分裂的危机。而求主来帮助我们如何有智慧来彼此服侍。我们来默想，基甸呼召以法莲人协助镇守约旦河口，攻打米甸人。在胜利之后，以法莲恼怒基甸，与他激烈争吵。基甸处理圆融，化解了这样的纷争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回应？你会怎么做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们面对胜利的时候，帮助我们不争功，不争荣耀。在面对纷争的时候，求你使我们有智慧，不急于发怒或辩解，而是以谦和的态度来解决问题，帮助我们脱离因成功和胜利沉迷于夸耀自己功劳的骄傲，让我们以智慧的话来建立合一。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